一条桥，桥洞掉了一条狗，桥是走了一只狗，下到桥心上拄头，两三家家照皮条，后就吉夫摸摸狗，就吉夫摸摸后，哎呢，都在迄后江狗，也系狗江后。俺上课啦，应该係後江狗吧？樣辦過，不過後面趕三家，後狗趕一隻，應該係後的較強啊。全年過夜有道理哦。今日我卡有叫的冇？有啊，俺有較個狗的，按到萬年，萬年，係萬年，係萬年，係英文錢嘅意思啦。喊我名的哦。佢說全運動好，前輩還領到鄉長發嘅福包，自己係叫人話。去年唐先生講，假使有通過行業認證，鄉長就會發1000個元獎學金。有所必須嘅時間，那就上網看書、談 CD， 希望都得考過，領到獎學金啦。主用上家容易，按上網當然會考過啊。自己係書中只有黃金喎。三義鄉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而係客家人當然要曉講客家話，多講客家話啊。哎呢，你有知道今年來到三義圖書館，同條位感覺目標冇？有，你們就批到用裝嘅味道，別放海下等神奇嘅客家語言，還有半米亞電票等你寫嘅叫誒。目標係三義嘅提示三日，你到一般安尼小朋友，這個一套佛經，鄉長特別大草呀，請有餐廳方面嘅空間，不然你落錯書。聽做南山，發布講別嘅財經人講咧，好好來讀書，麼？一本十屁股，就係藝術人古朴嘅作品哦。啊，傻批哦！彭家中唔單止成行風味好，還有文采哦。什麼也好經驗，嘅人就好好來讀書，生活都讀好嘅，啲嘅漫山走無路，將來放鬆書。錯，係你最創一堆拆錢用嘅，什麼硬達標有才氣，讀書搶點過，唔好冇用過，哪想愛成功？一定要用過，有錢多買書，有限讀書書，也下讀讀書，將來唔會輸。愛講下，愛努力，愛帶三義，愛傻批呀，愛傻批。爱讲行啊，懂诈批哦，这样子行。啊，这些语音国小龙腾分校菜品。